超出咗個 expectation， 就係 Trump 嘅癲喪啦。Trump 咧上台，我係好樂見其成嘅，咁所以我一直都係覺得 Trump 上台對中國係好嘅，但我真係估唔到可以好得咁交關咯，因為佢同埋佢嘅團隊咧真係太癲喪啦，同埋佢個團隊而家一定係變成一個擦鞋仔嘅團隊，佢嗰個咧，佢開會入去咧，佢嗰啲團隊咧基本上就係要提前鼓掌鼓。大概佢係3步1分鐘啊，不停鼓掌，然後又講多5分鐘話，又再鼓掌，即係呢啲你係得喺北韓嘅金將軍面前，你先至會見到呢啲係宇宙偉人嘅待遇嘅。咁佢癲喪成點咧？其實我覺得佢想做嘅嘢咧係估到，但估唔到咧，佢咁雷厲風行，同埋咁不計後果，同埋咁執着。就要係先破後立咯。佢咁大家會問，咁佢想做咩咧？其實咧，佢喺 Trump 嘅 agenda 上面咧有5-6條係最重要嘅。第一條就係關稅，第二條咧就係趕走啲移民，啲非法移民啊或者其他嗰啲嘢。第三咧就係多咁樣去炒人，提高政府嘅效率。